喺健康意識抬頭嘅今日，你有冇諗過，我哋每日食嘅食物背後藏住幾多科學秘密呢？從營養配方到食物安全，呢一啲唔單止係學問，更加係一個充滿潛力嘅專業領域。喺社會上邊，大家越嚟越注重健康，衣食同源嘅概念大家都耳熟能詳。營養飲食同健康係息息相關嘅。一啲慢性嘅疾病，譬如係血壓高、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其實都可以透過健康飲食去預防、治療同埋控制。我係仲恩峰，係應用科學部嘅講師。今日我會為大家介紹營養與食品管理今年新開辦嘅高級文憑課程。香港隨住人口老化，市民對健康嘅關注都有增無減。另外喺市面上邊嘅健康產品、營養補充劑種類越嚟越多，香港嘅健康食品市場需求係相當之殷切。我哋嘅課程亦都會涵蓋功能食品市場呢個重要嘅範疇。而家等我介紹一下呢個課程嘅特色。我哋嘅課程唔單止教授營養學嘅理論，亦都會涵蓋飲食服務同埋保健產品行業嘅基本概念。我哋將現代營養科學同埋傳統膳食療法中西合璧，結合兩者嘅優勢，提供全面又實用嘅健康指導。除咗課堂教學，我哋每年都會安排暑期實習，參加嘅同學有更多嘅機會實地體驗一下業界嘅工作，增強實戰嘅經驗。喺課程結構方面，我哋將核心科目分為三大範疇，包括係基礎科學，例如係基礎生物同埋基礎化學，幫助冇理科背景嘅同學打好科學基礎。接住係營養科學同埋膳食營養學。喺呢個範疇入邊，我哋會講解唔同生命階段嘅營養需求，亦都有食品化學、營養與代謝，理解食品點樣轉化成為所需要嘅物質，仲會教同學點樣為唔同體質嘅人設計飲食餐單，介紹膳食補充劑嘅各種功能成分。至於喺食品管理方面，課程會涵蓋唔同層面嘅飲食服務管理，例如係食品生產流程、品質監控、產品開發同埋健康食品市場推廣等等。課程唔單止重視理論知識，仲強調實務操作同埋個案分析，確保同學能夠全面掌握行業嘅需要，為未來嘅職場做好準備。除咗核心課程之外，我哋都有唔同嘅學習活動去豐富同學嘅學習體驗，例如係參觀食品廠，亦都會舉辦講座，邀請業界嘉賓分享行業最新資訊同專業知識。喺實驗課程方面，我哋會教同學點樣分析食物入邊嘅營養素，檢驗食物裏邊嘅微生物，睇下食物嘅化學反應，同埋利用人體成分分析去協助了解我哋嘅健康狀況。喺就業方面，畢業生可以考慮成為2級衛生督察，負責食品廠巡查、牌照處理、食品安全嘅工作。畢業生亦都可以做營養師助理，協助營養師處理個案，同埋做一啲健康推廣嘅活動。另外，同學可以從事一啲同食物品質監控、食品化驗、營養產品推廣相關嘅工作。畢業嘅同學可以申請成為香港食品專業協會同埋香港食品科技協會嘅會員，參加業界研討會同埋活動，緊貼行業最新嘅資訊。至於升學方面，畢業生可以繼續升讀本地相關嘅學位課程，例如係自然科學裏邊嘅食品與營養學、食品科技、食品安全、公共衛生、健康教育及社會服務管理同埋社區健康學。接住落嚟，我想同大家示範一個身體成分嘅實驗，去睇下同我哋個人健康之間嘅關係。舉個例子啊，如果一個人嘅體脂肪過高，佢可能有較高嘅心血管疾病風險。相反，如果肌肉量不足，就可能影響代謝率同體力。而家好多年輕人都好關心自己嘅體型嘅，甚至會因為外表而感到壓力。
導致唔健康嘅飲食習慣，例如係節食啊或者偏食。透過身體成分分析，我哋可以用科學數據去了解自己嘅身體狀況，而唔係淨係單靠外表判斷。咁樣可以幫助大家建立正確嘅健康觀念，避免過度追求瘦身而忽略真正嘅健康需要。唔單止係咁啊，根據分析所得嘅數據，我哋可以做更有效嘅膳食管理。依靠數據設計嘅個人化飲食計劃，比起盲目跟風嘅流行飲食，更能夠長期維持我哋嘅健康體態。而家就事不宜遲啦，等我同同學仔示範一下呢個實驗啦。人體主要係由水分組成嘅，含水量高嘅組織，例如係肌肉，導電性強，而脂肪嘅導電性則較低。利用呢個原理，我哋可以透過微弱電流去測量電阻，判斷脂肪同其他組織喺身體嘅比例。大家可以放心，用嚟測量嘅電流係非常之微弱，所以我哋係唔會感受到電嘅刺激㗎。呢個方法係安全嘅。實驗嘅過程好簡單，同學只係需要企喺個儀器上邊，腳板緊貼住金屬片嘅部分，雙手亦都一樣握住金屬片，然後輸入個人資料，例如係身高、體重、年齡、性別等等。成個測試嘅過程大概只係需要半分鐘左右。測試報告會提供好多有關身體成分嘅數據，例如係體脂、肌肉量、蛋白量、礦物質含量同埋總身體水分嘅比例。報告仲可以做一啲基本健康嘅分析，例如係計算基礎代謝率、總能量攝取建議同埋腰股比例。報告甚至可以根據個人數據，用 AI 估算我哋嘅健康風險，建議一啲改善身體成分嘅比例。同學可以透過呢個實驗嘅初步評估，配合課程教授到嘅個人餐單設計，配合埋運動，改善我哋嘅健康。如果你對以上嘅課程內容都有興趣，歡迎同學報讀，期望喺嚟緊嘅開學見到大家。